来，我教你一个小撇步，好，练咱的这个腿部的筋肉。 安尼，真简单。好，哦，咱的脚哦，徛到比咱肩胛头差不多同款宽的所在，啊，咱的两只手安尼自然放咧。好，啊，下面哦，咱为头前扶起来时阵有无？慢慢啊，悬啊，悬啊，悬，咱脚尾慢慢甲捏起来，捏脚尾，手伸落地。哦，小轻调的这个动作，就会互你脚已经经力啊，有无？而且咱的脚筋有无？转涂骹，爱转一个，转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。 6个，数开吐开，吼，那会用的吼。无多，无多，我都要讲啦，核心肌群，咱大腿面内底这块肉嘛是真重要哦。这块吼。对，哦，咱用这个面筋有无？啊，互高，啊来脚头骨才甲夹咧。脚头骨夹咧。同款的动作，同款的动作，咱一定要扶起来来捏脚尾，安尼有无？哦，起来，哦，一个，嘿，两个，三个，吼，数开吐开，数开吐开。 呼，哦，那会用的嘛做30个，来你试看觅，我试看下，安尼夹的，嘿，啊夹不掉哦，嘿，夹不掉，你大腿内面的才会用力，哦，赶快来手伸直来扶起来，扶起来，你脚尾，我来准备30个开始，一，嘿，2、3、4，救人哦，安尼更较深嘞，嘿，18、19、20。